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返嚟我哋嘅頻道。如果問大家，成個大漢王朝400年江山入面，邊一個謀士最可怕、最深不可測？好多人第一時間會諗起張良。張良運籌帷幄，功成名就之後，跟隨赤松子飄然隱退，好似神仙一樣。又或者有人會諗起韓信，用兵如神，最後卻落得鳥盡弓藏嘅悲劇下場。但係真正喺大漢開國嗰片血雨腥風入面，由始至終都踩住刀尖行，算計過項羽、劉邦、韓信、樊噲，甚至攜手啟討，極度橙與鬥，正統被提泥。最後一出手就將成個呂氏家族連根拔起，滿門屠盡嘅只有一個人，佢就係陳平。陳平呢個人，司馬遷喺史記入面評價佢六出奇計，但每一步奇計背後都散發住一種極致嘅陰寒。佢同張良光明正大嘅王道陽謀唔同，陳平一生所用嘅全部都係最頂級嘅陰謀，連佢自己臨終之前都曾經講過一句話：我一生用咗太多陰謀，呢啲係道家最忌諱嘅嘢。我嘅後代如果被廢黜，就唔會再起得返嚟，因為我積落嘅陰禍實在太多。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呢位被稱為大漢第一毒蛇嘅頂級政治家，到底係點樣用極致嘅隱忍同狠辣，喺秦漢交替嘅修羅場入面笑到最後。故事嘅起點要由陳平年輕嗰陣講起。陳平細個嗰陣屋企好窮，窮到連一張似樣嘅門簾都冇，只係用一張爛席遮住門口。但係好神奇嘅係，陳平雖然窮，生得卻係相貌堂堂，儀表非凡，成個貴公子咁嘅樣。佢屋企有30畝田，佢阿哥陳伯係個老實巴交嘅農民，見到陳平咁聰明，又中意讀書學游說之術，就寧願自己一個喺田入面做到隻狗咁，都全力供陳平讀書。但係陳平嘅大嫂就睇唔過眼，成日喺隔籬單打打，話有咁嘅叔仔，淨係識食軟飯，有乜用？陳伯知道之後，竟然為咗陳平，將自己個老婆休咗出門。陳平到咗30幾歲都未娶老婆，因為有錢人睇唔起佢窮，窮人陳平又睇唔上眼。直到有一日，鄉入面有一個有錢人叫張富，佢個孫女嫁咗5次，5個老公都死晒，成個鄉下都當佢係黑夫嘅掃把星，冇人敢娶。陳平知道之後，偏偏就去爭取。張富有一日見到陳平，發覺呢個後生仔氣宇軒昂，儀態出眾，就同個仔講：陳平絕非池中之物，將孫女嫁咗俾佢，仲俾咗一大筆嫁妝。陳平靠住呢筆嫁妝，開始喺鄉里之間結交豪傑，積累名聲。嗰陣時，鄉里入面祭拜土地神，分祭肉呢件工作落咗喺陳平手上。古時候分肉好講究，分得唔公平，好容易得罪人。但陳平每一次分肉都切得分毫不差，男女老幼人人都心服口服。鄉入面嘅長輩紛紛讚佢，陳家個仔分肉分得真係好。陳平嗰陣時望住啲祭肉，嘆咗一口氣，講咗一句名言：如果有一日可以等我陳平主持天下大局，我都一樣可以好似分呢啲肉咁，分得整整齊齊。呢一句說話透露出呢個年輕人隱藏喺心底深處吞吐天下嘅野心。秦末大亂，天下群雄並起，陳平一開始投奔魏王救，但魏王唔聽佢嘅計策，後來佢又轉投項羽，跟隨項羽入關，項羽封佢做信武君。但項羽呢個人生性多疑，陳平喺佢身邊好快就感覺到危險。喺公元前205年，陳平做咗一個極度大膽嘅決定，掛印封金，隻身一人逃離項羽軍營，投奔劉邦。喺逃亡嘅路上面，發生咗一件極度兇險嘅事。陳平坐船渡過黃河，船夫見佢生得高大英俊，腰間又掛住一把寶劍，以為佢係逃亡嘅富貴將領。船艙入面一定藏住好多金銀財寶，於是成班船夫眉來眼眼去，打算喺江中心將陳平殺咗，拋屍入河。陳平係何等精明嘅人，佢一睇船夫嘅神色就聞到殺氣。呢個時候如果反抗，喺船上面一對幾，必死無疑；如果求饒，更加會暴露恐懼。陳平做咗一個極其驚人嘅動作，佢若無其事咁企起身，除低自己件外袍，話天氣太熱，幫船夫一齊搖橹。佢除到成身赤條條，連底褲都就快除埋，成個身上一粒銅錢都冇，連包裹入面都係得幾件爛衫。船夫一睇，原來係個窮光蛋，殺佢不但冇游水，仲惹禍上身，於是就打消咗殺佢嘅念頭。呢場渡江之險，將陳平隨機應變、善於洞悉人性貪念同殺機嘅本能展現得淋漓盡致。陳平到咗修武投奔劉邦，劉邦同佢一傾，大為驚喜，即刻任命佢做都尉，仲俾佢監督諸將。但係呢個舉動即刻引嚟漢軍元老派嘅極度不滿。周勃、灌嬰呢班跟隨劉邦打天下嘅老兄弟，紛紛向劉邦打小告狀，話陳平呢個人品德極度敗壞。陳平喺老家嗰陣時同大嫂有私情，杜嫂喺魏國待唔落去，走去項羽度。
喺項羽度待唔落去，又走嚟漢王你度，依家掌管軍權，仲收受諸將嘅賄賂，受金呢種反覆無常、道德敗壞嘅小人，漢王你點可以用佢？劉邦聽到之後都起咗疑心，即刻召見陳平問罪。換作普通人，面對盜數受金呢種毀滅性嘅指控，一係就極力辯解，一係就嚇到發抖。但陳平嘅回答堪稱中國歷史上最頂級嘅職場博弈教科書。陳平好平靜咁對劉邦講：我侍奉魏王，魏王唔能夠用我嘅計謀，所以我離開投靠楚霸王。項羽唔信任外人，佢只寵信自己項氏宗族同埋妻室兄弟。有奇才都用唔到，所以我先至嚟投奔大王。我嚟嘅時候身無分文，如果我唔收呢啲金銀，我連日常生活都維持唔到，又點樣為大王出謀劃策？如果大王覺得我陳平嘅計謀對漢軍有一絲一毫嘅用處，咁就請大王留用；如果大王覺得我只係個無用之人，金銀財寶全部仲喺度，我可以原封不動奉還，請大王准我告老還鄉。呢番說話直接刺中劉邦嘅核心需求。劉邦要嘅係爭霸天下嘅實用工具，唔係道德模範。陳平話俾劉邦知：你有秒道德聖人，你秒周勃，你有秒可以幫你打贏項羽嘅屠龍刀，全天下只有我陳平。劉邦聽完大喜過望，不但冇怪罪佢，反而當場升佢官，賞賜巨額黃金，封為護軍中尉，全權監督所有將領。從此，陳平正式成為劉邦身邊最神秘、最陰狠嘅超級智囊。隨後，陳平開始施展佢名震天下嘅六出奇計。第一計就係徹底摧毀項羽軍團嘅大腦離間計，除范增。公元前204年，項羽將劉邦死死圍困喺滎陽，糧道被斷，漢軍瀕臨崩潰。劉邦問陳平點算，陳平直接開出藥方。項羽個人疑心極重，佢身邊真正忠心又有能力嘅智囊，不過就係范增、鍾離、按龍且呢幾個人。大王只要肯出幾萬斤黃金，喺楚軍入面散布謠言，話鍾離克佢哋立咗大功，但項羽唔肯分封列土，準備同漢軍聯手滅楚分王天下，項羽一定會起疑心。劉邦毫不猶豫攞出4萬斤黃金俾陳平，任由佢揮霍，連賬目都唔使查。陳平用金錢收買楚軍探子，散播流言。當項羽派使者嚟漢營探聽虛實嗰陣，陳平準備咗一場極度精彩嘅心理大戲。陳平命人準備咗最高規格嘅太牢大宴，用精美嘅金銀餐具裝住珍饈百味，送入使者房。楚國使者剛準備動筷，陳平一推門入嚟，裝出極度驚訝嘅表情，問：咦，我以為係亞父范增派嚟嘅使者，點知原來係霸王項羽嘅使者。講完之後，陳平臉色一沉，當場命人將成桌山珍海味撤走，換上一盤粗茶淡飯，冷飯殘羹，然後冷冷咁轉身離去。楚國使者返去之後，將成件事一五一十話俾項羽聽。項羽果然勃然大怒，認定范增已經暗中通漢。當范增勸項羽全力攻打滎陽嗰陣，項羽處處懷疑范增。范增一生忠心耿耿，見項羽竟然懷疑自己，氣到七竅生煙，憤然講咗一句：天下大事已經定咗，大王你自己好自為之，請准我告老還鄉。范增喺返鄉嘅路上背椎發作，吐血而亡。陳平用一隻飯菜，唔費一兵一卒，就將項羽唯一嘅頂級謀臣活活逼死。楚軍嘅智商天花板瞬間塌陷。緊接住第二計，滎陽突圍。范增死後，項羽瘋狂攻城，滎陽頂唔住。陳平安排將軍紀順假扮劉邦，乘住黃屋左從嘅黃車出東門炸降，吸引晒楚軍主力圍觀。與此同時，陳平命人驅趕城入面2000名無辜婦女從東門湧出，引開楚軍士兵嘅注意。而陳平就同劉邦趁住混亂，帶住幾十個騎兵由西門悄悄逃出，成功脫險。呢一計雖然救咗劉邦，但紀順被項羽活活燒死，2000婦女命運悲慘。呢個就係陳平計謀嘅特色，為達目的極度冰冷，不惜代價。到咗公元前203年，韓信攻下齊國之後，派使者嚟見劉邦，要求封自己做假齊王，代理齊王。當時劉邦喺滎陽同項羽打到吐血，睇到韓信封信，即刻拍台大鬧：老子喺度被圍困得咁辛苦，你條仆街唔嚟救我，反而喺度要挾我想做王。企喺劉邦身後嘅陳平同張良反應極快，陳平暗中用腳狠狠踢咗劉邦嘅腳踭一下，然後附喺劉邦耳邊低聲講：大王，依家我哋處於劣勢，點可能阻止韓信稱王？不如順水推舟，立佢做真齊王，好好籠絡佢，等佢自守齊地。如果唔係逼反咗佢，楚漢勝負就難講啦。
劉邦係個政治老油條，被陳平一踢，即刻醒覺，話風一轉，對住韓信使者大罵：大丈夫要稱王就做真王，做乜嘢假王？隨即派張良去封韓信為齊王。陳平呢一腳硬生生將漢軍分裂嘅危機化解喺無形之中。楚漢爭霸結束，劉邦登基稱帝，但天下初定，異姓王嘅威脅隨之而嚟。韓信被貶為淮陰侯之後，有人告發韓信謀反，劉邦召集諸將商議，一班武將喊打喊殺，即刻發兵埋佢單。劉邦轉頭問陳平，陳平問咗劉邦4個問題：大王嘅軍隊有韓信精銳嗎？劉邦話冇。大王手下嘅將領有邊個打得贏韓信？劉邦話冇。大王嘅兵力有韓信多嗎？劉邦話冇。咁大王發兵打佢，咪等於逼佢同你決戰？陳平隨即獻出第4計，偽遊雲夢。陳平叫劉邦假裝巡遊南方嘅雲夢澤，喺陳縣召集天下諸侯朝見。韓信得知劉邦巡遊，又冇帶大軍，必然唔會起兵防備，只能去意見劉邦。結果韓信一去到陳縣，劉邦一聲令下，刀斧手一擁而上，將毫無防備嘅韓信綁咗，輕鬆將呢位兵仙生擒回京。到咗公元前200年，劉邦親率32萬大軍征討匈奴，結果喺白登山被冒頓單於40萬騎兵重重包圍，圍咗7日7夜，漢軍斷糧斷水，天寒地凍，情況危急到極點。喺呢個生死關頭，陳平獻出咗歷史上最神秘嘅第5計。陳平暗中派人帶住無數金銀財寶，秘密潛入冒頓單於嘅皇帳，見到單於最寵愛嘅諾氏皇后。陳平命人送上一幅絕色漢宮美女嘅畫像，並同時講：漢帝被困，依家準備將大漢第一美女獻俾單於求和。如果單於得到呢位美人士，你嘅地位恐怕就難保啦。漢帝雖然被困，但關中仲有幾十萬大軍日夜兼程趕嚟救援。如果漢匈兩敗俱傷，匈奴未必佔到便宜。不如遂勸但欲打開一條缺口，放漢帝走。漢朝以後必定源源不絕向掠，士進貢金帛。逆氏一聽，出於女性嘅自妒心同政治考量，連夜枕邊風，勸冒頓單於兩國君主唔應該互相苦苦相逼。就算佔領漢地，單於你都無法長久居住，不如放佢哋走。冒頓單於見漢軍雖然被困，但軍容齊整，加上大霧彌漫，懷疑周圍有漢軍伏兵，最終喺包圍圈打開一個缺口。劉邦同陳平強弩上弦，貼住缺口死裏逃生。陳平呢條計謀精準擊中咗崔氏嘅私心同冒頓嘅多疑，再次展現咗佢對人性陰暗面嘅極致操控。如果話前面5條計謀係幫劉邦奪取天下同保命，咁陳平嘅第6條奇計就係展現咗佢喺皇權與後權夾縫入面嘅神級保命術。公元前195年，劉邦病重，即將走到人生嘅盡頭。呢個時候，有人告發大將慣，告發花精抗軍，反同呂后結黨，打算等劉邦死後，誅草殺劉邦最寵愛嘅黨。劉邦震怒無比。因為馮諼係呂后嘅親妹夫，劉邦病榻之上最驚呂氏愛戚篡位。劉邦即刻召見陳平同周勃，下咗一道極其血腥嘅密令：陳平，你載住周勃火速前往軍營，陳平負責傳旨，陳平同劉奸營。呢個差事對於任何一個官員嚟講，遵守必死之局。人確起邊有喺問嚟講，係問啟問嘛？公間係問冚公溪嚟，公溪問係問公溪問係問溪問公。公溪問溪問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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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溪問。如果殺咗樊元，問要抗志權，欺貪禪平同執拔必定要錢萬，還晚要話年，還昂萬晚萬，還昂和其他。喺行軍嘅路上面，陳平對周勃講：反抗係皇帝嘅老功臣，又係妹夫戲母妃。皇帝依家妹夫皇繼無夫，皇帝依家滅父，戰場發脾氣，先要殺病減霉。呂后一定會追究殺反藥嘅緬甸，我哋絕對唔可以殺佢，獲罪安全嘅辦法。壞人罪過，咁做係戒，係咪？咁做數係壞人做係，暫莫殺翻你嘅玩草嘛，戒反直嘅翻佢。我哋做文曹玩，做文好玩嘢做文。中文曹玩嘢做文啊，咁我玩嘢做文友，咁我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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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友文友文友，咁我文友文友玩。陳平到達軍營之後，將梵高仔細民調省號，抗高仔細大笨之問言廣告。陳平深知大禍臨頭，如果等呂后嘅妹妹呂媧向呂后告狀，自己全家都要死。陳平展現出超人一等嘅政治演技。
佢將囚車交俾手下慢慢行，自己一人單騎飛奔返長安，一衝入皇宮靈堂，撲倒喺劉邦嘅棺木前面，放聲痛哭，哭到聲嘶力竭，天崩地裂。陳平一路喊，一路大聲稟報：先帝命顏抗詐戲，斬攝戲。陳平呢幾句話看似喺向死咗嘅劉邦匯報，實際上全部係講俾企喺靈柩旁邊嘅呂后聽。呂后原本以為妹妹嘅老公已經死咗，痛心疾首。依家聽到陳平竟然違抗先帝遺命，保存咗繁衍並行，呂后即刻走上前安慰陳平：陳上國辛苦咗，唔好再喊啦，你做得好啱。但陳平深知呂后同呂初嘅性格，佢知道只要自己一離開皇宮，呂初一定會喺呂后耳邊進讒言。陳平即刻跪喺地上面懇求：臣無能，先帝走咗，臣痛不欲生，請太后准許臣留喺宮入面宿衛，日夜守護新帝同太后。呂后大喜，當場任命陳平為郎中令，負責守衛宮廷，輔佐少帝。陳平用一場極致嘅哭戲同自降身價嘅表忠，不但化解咗滅門之災，反而一躍成為呂后初掌政權時期最核心嘅近臣。劉邦死後，大漢迎嚟咗呂后稱制嘅恐怖時代。漢惠帝人弱，見到戚夫人被呂后做成人質之後，嚇到一病不起，朝政大權完全落入呂后手中。呂后開始大肆清洗劉氏宗室，先後毒死趙王劉如意，殘害劉氏王子，並且計劃大封呂氏族人為王，打破劉邦當年非劉氏而王者，天下共擊之嘅白馬之盟。喺呢段長達15年嘅血腥恐怖統治入面，滿朝文武人人自危。右丞相王陵係個直腸直肚嘅硬漢，當呂后提出要封呂產、呂祿為王嗰陣，王陵當庭厲聲反對。高帝殺，白馬立誓，非劉氏封王，天下共擊之。太后依家要立呂氏為王，係違背祖訓。呂后臉色極度難睇。呂后轉頭問左丞相陳平和太尉周勃：你哋兩位點睇？呢個時候，所有人都望住陳平。陳平毫不猶豫咁企出嚟，面帶微笑咁講：高帝平定天下，封劉氏子弟為王，理所當然。依家太后臨朝稱制，想封自己呂氏兄弟為王，亦都係順理成章。有乜嘢唔得呢？呂后聽完龍顏大悅，散朝之後，王陵喺大殿外面指住陳平嘅鼻大罵：陳平，當年你喺高帝面前立誓，今日高帝屍骨未寒，你就違背誓言討好呂后，你有乜面目去見九泉之下嘅先帝？面對王陵嘅痛罵，陳平神色自若，淡淡咁講咗一句名留青史嘅說話。當面喺朝廷上同太后力爭，我陳平自問比唔上你王陵，但係保存大漢社稷，延續劉氏江山，你王陵比唔上我陳平。陳平嘅深謀遠慮喺呢一刻展現得淋漓盡致。喺呂后權傾天下、掌控生殺大權嘅時候，硬碰硬只係無謂嘅犧牲。王陵隨後被呂后奪去上位，告病還鄉，而陳平就順利接任右丞相。喺接落嚟嘅10幾年入面，陳平做咗一件令所有人大跌眼鏡嘅事。裝瘋賣傻。陳平身為右丞相，每日上朝不發一言，呂后話乜就乜。呂氏家族要錢俾錢，要官俾官。返到丞相府，陳平就大門緊閉，日日飲酒作樂，同歌姬侍妾鬼混，極盡奢美享樂之能事。甚至連呂氏外戚橫行霸道，陳平都完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呂一幾次喺呂后面前講陳平嘅壞話，呂后反而將陳平叫入宮，安慰佢：你唔使理我個妹講乜，我知道你對我係最忠心嘅。陳平用極致嘅墮落同荒淫，將自己包裝成一個毫無政治野心、只求富貴保命嘅老糊塗。佢成功令殘忍多疑嘅呂后對佢徹底放低咗戒心。但喺呢副醉生夢死嘅面具底下，呢條大漢第一毒蛇正盤伏喺黑暗入面，吐住信子，冷眼旁觀住呂氏家族嘅瘋狂擴張，靜靜等待住最致命嘅一擊。公元前180年，71歲嘅呂后病入膏肓。呂后臨死之前，非常清楚劉氏宗室同開國功臣對呂氏嘅刻骨仇恨。佢喺病榻上面做咗最嚴密嘅人事佈局，任命侄仔呂祿為上將軍，統領北軍；侄仔呂產統領南軍。徹底掌控長安城嘅所有軍隊。呂后千叮萬囑佢哋：我死之後，皇帝年幼，大臣們一定會發動政變，你哋千萬唔好離開皇宮去為我送葬，一定要死死握住軍權，守住皇宮先至可以保命。7月中旬，呂后病逝，呂氏家族企圖發動政變，徹底奪取劉氏皇權。長安城入面殺氣騰騰，劉氏皇族同功臣派瀕臨滅頂之災。就喺呢個千鈞一髮嘅時刻，裝瘋賣傻咗10幾年嘅陳平猛然睜開咗雙眼。
陳平深知單憑佢自己文官嘅力量，無法對抗掌握軍隊嘅呂氏，佢必須同掌握軍隊聲望嘅太尉周勃聯手。周勃雖然係太尉，但當時連軍營嘅門都入唔到，軍權全部喺呂祿同呂產手中。陳平首先同周勃制定咗一個極度陰毒嘅連環反間計。陳平得知上將軍呂祿有一個極度要好嘅朋友叫叫記，而記嘅阿爸就係開國功臣耿襄。陳平派人將長商秘密綁架，並逼商寫信俾個仔避忌，命令記去欺騙呂祿。記去到呂祿嘅將軍府，對呂祿講：太后死咗，高帝立下規矩，非劉氏不王。依家大臣們只係對你哋封王不滿。如果你交出上將軍印信，將北軍交還俾太尉周勃，返去你嘅封地趙國，大臣們就唔會再為難你，你就可以一生安享富貴。呂祿係個無能之輩，竟然信以為真，猶豫不決。與此同時，陳平派人偽造少帝嘅詔令，任命周勃去接管北軍。周勃去到北軍軍營門口，記再次欺騙呂祿，交出兵權。周勃持節進入北軍，跳上章台，向全軍將士發出咗歷史上最震撼嘅一道軍令。依家呂氏企圖作亂，背叛劉氏，贊成呂氏嘅企喺右邊，贊成劉氏嘅企喺左邊。北軍全體將士齊聲吶喊，全部袒露左臂，企喺左邊。周勃瞬間徹底掌控咗長安最強大嘅北軍主力。與此同時，南軍嘅呂產仲唔知北軍已經失守，企圖帶兵衝入未央宮發動政變。陳平喺宮門口指揮約定，果斷派朱虛侯劉璋帶領1000名精兵殺入未央宮。劉璋喺皇宮偏殿追上呂產，當場將呂產斬殺於廁所旁邊。緊接住一場震驚天下嘅大清洗喺長安城爆發。陳平同周勃下達咗最冷酷無情嘅命令，捕殺諸呂，斬草除根。陳平嘅刀鋒之下冇任何一絲憐憫。呂祿被亂棍打死，當年屢次陷害陳平嘅呂旭被官兵用荊條活活抽死。成個長安城入面，不論男女老幼，只要姓呂嘅外戚家族成員，全部被推上刑場斬首。甚至連漢惠帝留落嚟嘅幾個親生王子少帝劉宏等，陳平同功臣派為咗徹底斬斷後患，聲稱佢哋唔係惠帝親生，喺一個黑夜入面將呢幾位小王子全部秘密處決，屠戮殆盡。陳平一出手，10幾年嘅隱忍喺幾日內化作滔天血海，將權傾朝野嘅呂氏滿門屠殺得一乾二淨。誅滅諸呂之後，陳平同周勃等人迎立代王劉恒為帝。呢位就係開創文景之治嘅漢文帝。漢文帝登基之後，大封功臣，周勃自認為功勞最大，出任右丞相。漢代以右為尊，陳平為左丞相。但陳平呢條老毒蛇喺政治智慧上面依然遠遠超越周勃。有一日朝會，年輕嘅漢文帝突然問右丞相周勃：丞相，全天下一年入面審理咗幾多件官司案件？周勃頓時嚇到出晒冷汗，支支吾吾答唔出。文帝又問：咁全天下一年入面財政收支有幾多穀物同錢財？周勃滿頭大汗，面紅耳赤，答話唔知。文帝轉頭問左丞相陳平，陳平好從容咁上前稟報：陛下，呢啲事情各自有具體嘅主管官員。如果陛下想知官司案件，可以問廷尉；如果想知財政收支，可以問治粟內史。漢文帝聽完好欣賞，反問陳平：如果各有各負責，咁你身為丞相，到底負責管乜嘢？陳平嘅回答堪稱千古絕對。宰相嘅職責，對上輔助天子，宣揚明道，理順陰陽；對下使萬物各得其所；對外鎮撫四夷諸侯，對內親附百姓，使公卿大夫各司其職。呢個就係宰相嘅責任。漢文帝聽完大為讚賞。退朝之後，周勃滿臉羞愧咁責怪陳平：你平時點解唔教我點樣答？陳平笑住講：你身居上位，連丞相嘅職責都唔清楚咩？周勃深知自己喺政治才略上面同陳平相差何止108000里。不久之後，主動辭去丞相之職，陳平順理成章成為大漢獨一無二嘅丞相。公元前178年，陳平喺丞相任上壽終正寢，享年約74歲，獲禪號為獻侯。喺秦末漢初嗰個英雄輩出、動輒滅門嘅修羅場入面，陳平係唯一一個經歷過項羽、劉邦、呂後、漢文帝4朝，用盡天下陰謀，雙手沾滿鮮血，卻能夠保存自身、富貴終老嘅奇蹟人物。縱觀陳平嘅一生，佢冇張良嘅崇高道德，冇韓信嘅逆天武功，亦冇蕭何嘅治國大才。但陳平擁有全天下最頂級嘅人性、洞察力同極致嘅生存智慧。佢深知喺殘酷嘅權力遊戲入面，道德往往係弱者嘅遮羞布，唯有審時度勢、冷靜隱忍，喺關鍵時刻一擊致命，先至係終極嘅生存法則。
大漢第一毒蛇陳平，裝瘋賣傻10幾年，屠盡呂氏滿門。佢用一生嘅陰謀奇計，喺歷史嘅至暗時刻寫低咗最驚心動魄嘅一筆。今日嘅歷史解密就講到呢度，大家覺得陳平呢個人到底係一個救世嘅名將，仲係一個不擇手段嘅陰謀家？歡迎喺下方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如果中意我哋今日嘅影片，記得幫手點讚、訂閱同開啟小鈴鐺。我哋下一期精彩歷史解密再見。